这时候还没上游客呢，过一会儿一上游客就不行了，乌泱乌泱全是人，旅游团啊排着队啊，你挤我挤你。现在都是晨练的人。就是霾太大了，远处人的纸只不是鸭子，是鸳鸯。现在没有人啊，正好懂。但是呢，这水的话是这样子的，太脏了啊！有很多老头老太啊都在这里晨练，看到了吧？那里还有一只飞的大鸟抓鱼。你看呢，难得我们旅游博主起得那么早，来露个脸。这现在都是晨练的大爷大妈。